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脚好痒啊！貔貅的标志没了。古籍上记载，貔貅的脚每隔几百年就会自动脱壳更新，脱壳时脚会呈软胶状。甭哭了，也给你捏个新脚。不错嘛，很朋克啊。不过看着有点生气呀。捏的什么玩意儿？信不信老子吹爆了你？怎么变得这么暴躁啊？古籍上说，脚的形状会影响貔貅的性格和行为。这样子真的很可爱吗？怎么变成夹子了？皮皮哥，我给你带了很多宝珠。哦，是人家最喜欢的猪猪吗？哎，宝鼠宝鼠，人家好想你，皮皮。给皮皮姐了，没关系，皮皮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，我来帮你打扮一下。不错啊，很文静啊。皮皮姐，你来看。红色，太奇怪了。还是换个造型吧。忒吵了，试试别的。啊，信号真好啊。核桃没有手机。好凉快啊！快死我！你让再用一下。理想！你们就这样把皮皮当免费工具，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皮皮可是我的挚爱员工啊，得加钱。来，共享貔貅啊，每小时租金50。嘿。我的脚再也回不来了。天路的脚又跑形了呀！这个笨蛋，我来帮他捏好吧。今天不用巡逻了，好好充电吧。有兽小剧场。本集中，四不像把貔貅外借出去并收取租金的行为叫什么？共享、租赁、合作。回答错误，你可别被四不像的表象给欺骗了。租赁，租赁指租用或出租，指出租人将特定资产的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转移给承租人，而承租人为此支付租金的行为。它的核心特征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。不过，貔貅可不能算是物品哦。